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10月20号中嘉台电新闻。先来关心议会定期大会消息。根据统计，台市有4家奖的朋友，总共5600多位，是全国视障者人数第5座县市。所以，议员王家珍上午伫艺术厅嘛积极提这群弱势来请兵，希望劳工局除在20年以外，嘛为因规划其他的职业训练，保障因多元的工作权。议员王家珍会中都来关心今年10月15号国际盲人节，市府劳工局甲社会局共同协办公电影欣赏会成效，嘛进一步替视障者的工作权来请兵，认为因除了学历能以外，更无其他出路，要求市府劳工局规划相关职业训练甲中间的课程，让因当有其他选择独立生活。我们大家很刻板化，认为视障就是去做按摩业。那劳工局是不是应该为他们也想方设法，同理他们的辛苦要谋生，这都没有话讲，给他们更多的机缘，给他们更多的机缘，你们该做的就是协助他们所谓的有钓竿嘛，是不是这样？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讲的，除了按摩业、接线生这一部分，需要这些视障朋友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基本的条件或者训练，劳工局可不可以代为做一个好的规划？我们要帮他丙级、乙级让要提升到乙级的这样的一个证照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还有一个区块叫做职业重建。如果这些视障朋友进到职场，他需要透过哪些工具来改善他这样职场上的不利于他的这样的设备？议员都来关心视障者嘛，内清学校当中有无适当管教学生是属于弱势家庭，或者是伫外口流浪囡仔涉嫌食赌的状况，徛伫社会局立场如何处理？对此，局长强调，只要通报儿童少年保护专线，因一定会有社工介入关怀。只若要启动严厉等程序，一定要报请警察单位。电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顶个月大抓宣布新野厂停产以后，造成咱市200多位劳工失业的冲击。上午议员蔡玉辉伫议会嘛提出关心，要求劳工局介入协商。劳工局长表示，双方共济协商时，市府一定呼吁资方依法照顾被资遣的员工。议员蔡辉表示，大抓9月23宣布新野厂停止生产以后，200多位劳工工作权备受影响。加上劳资双方协商已经2摆拢破局，所以上午伫艺术厅嘛向劳工来积极请兵，希望市府用好的手段甲技巧，替劳工争取上好的权益。毕竟为劳工拢是服务25档要退休啊，只是来失业，干那退休金就是真大的损失。您强行介入协调，咱劳工局有啥物法用的根据，会当保障因劳工的权益？甲咱讲，伊也服务25档，会当退休金会当46个基数左右啦吼。啊，你啊，旧的一档1个月，新的一档半个月退休金，迄差别差起来一个拢几百万啦。咱劳工局会当到我手上。当然，刚才议员所谈的退休的部分，应该也是照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因为可能他有新制跟旧制的成员在，当然旧制的照旧制的，新制的照旧制的，但是可能大家比较担心，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就是在已经靠近要退休，没有几年就要又1年或2年要退休这些人，但我们也会跟他这样拉呢，是要有一个是不是资方可以考虑要有一种优惠的机制出来，包括他们去年也有优惠的退休制度，那我们也一直跟资方在互动，是不是可以比照去年他们的优惠制度来这一次来适用？
就乐江局长回应，拄好即阵过后伫新营乐方阁申请调解，所以市府嘛将强制协商，希望乐主双方会当达成共识。李卡伫乐江局立场，都要尽全力协助乐江争取优惠的租赁条件，后续嘛安排就业服务的辅导，和租客的员工会当顺利找到新的头路。但新闻军及何长邦采访报道。依照今年行政院所公布的基本工资一点钟就是126块，不过议员林美燕却伫今年市府就业普朗会征才资料当中，意外发现有厂商才定出115块，明显违法。对此，乐江局长表示，开始这是因无校对事实，表示抱歉。就是议员林美燕手中这本今年台南就业普朗会内厂商基本1点钟的薪水也停留伫2当前的115块，互乐江局长伫备询当中相当的压抑。确实，根据行政院今年10月1号所公布的薪水，无分正职还是工读，1点钟是126块，明年计要调到133块。乐江局长坦承是厂商团征才资料过来因素忽了修正。你来这资讯来对，你既然我发现讲，你既然在时薪上面没有按照我们的劳基法126块起薪，你既然是115块来起薪，这种来讲啊，如果我们的劳工，我们要就业的人，要找头路的人，伊今仔日若去应征，伊今仔个去上班，伊今仔真正拿到115块的时阵，未来是不是个产生了劳资的纠纷？这个可能没有矫正到，15是在前12年之前。你怎么去教育？你改供了，我们就资方这边。那也我们对吗？我们以后来这样再矫正详细一点了，这个就跟议员抱歉。咱讲食饭风地大，当乐江局卖力提供市民就业机会，举办就业普朗会时，如果因为厂商违反劳基法的条件，乐江局无尽就把关的状况，一旦找头路民众真正没下就业。不的确需要会造成无必要的困扰，虽然是小小的缺失，不过相信互乐江局真大的震撼教育。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伫南区里兰街，因为路边有坐下汉，已经严重影响过路人甲住户安全。对此，议员蔡淑慧伫公民力量陪同19号下晡，邀至水利局前往现场会勘，会中来检讨相关下陷的原因，嘛要求尽速修复改善。南区公民里里南街的道路真侪所在下陷。因为路面下卡伫800公尺深的所在，上含设备老旧，佮加上进前自来水管破去，甲落雨等等原因造成地层下陷。若是受到严重的压力，就可能会破坑，造成路面下陷，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用路安全。公民里里长要求政府彻底解决，嘛呼吁政府应该多多关心偏乡地区。你咱这大沟啦，规个拢污又烂去啦，大车就这大车过拢。已经落几啊坑啊啦，也有，搁这个离岸街头也有啦。政府吼较注重咱较草地所在啦，因为我感觉即摆吼市政府注重的，就拢新社区，阮这较旧部落的吼，完全拢无迄个，因为阮若要争取啥，完全拢无动到遮啦，拢新社区，你新设施迄嘛吼，若像咱旧部落要要求的，要拜托者，拢完全无法度啦。我是感觉讲咱市政府，对咱旧部落的所在，因咱旧部落全老人嘛，尽量甲咱迄个，甲咱较照顾咱遮甲旧部落遮是大人安尼。二新各社校门口甲黄昏市场拢有下陷的现象，目前已经是用红门头甲坎补起来，避免下陷范围扩大。但是为着避免再次发生，市议员蔡淑慧19号下晡传领水利局到现场勘查，了解道路下陷的实际状况。主要塌陷的是在刚才我们看到日新国小一直到这边这一段啊，但是我们是整段会去做检视啊，不会只有这一段，我们会从金华路那边开始，从整条检视，说目前箱涵的状况，然后再来请顾问公司去研议说要怎么去把它做修复。那初步之前有塌陷的时候，我们有开挖发现是塌陷处开挖发现是因为顶板的问题，那是不是整段都是顶板的问题？那我们会等
探勘完专业的那个探勘完之后，他们会去演绎说是不是用顶板打除重做顶板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然后在路面回复。很多人在这上面行走，不管是车子或机车，是不是随时塌陷之后会有造成他们生命的安全？那刚才我们也去沿路这样看，其实在日新国小。那个塌陷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学生的出入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着水利局的那个承办单位出来看，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这个立南街能够做一个总体检，然后给我们行的安全。那做总体检之后，也希望说水利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这个箱涵，不管是重新做或是修复，能够以尽快的速度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市议员蔡秀辉表示，水利局应该找出地层下陷的确实原因，莫只是补来补去，较紧做出整体的改善方法，幸好用路人一个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本田汽车响应教务政策，想关进一台Honda Accord的新车，予南台科技大学都要提供学生学习车辆相关的实务课程，嘛希望借此培育业者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这台 Honda Accord 排气量2000的新车，就是这届台湾本田汽车要关进予南台科技大学的研究用车。借由这台实体的车辆，学生会当将学到的理论实际运用在车辆的维修检验上，增加动手做的经验。校长伫咧关心仪式，佮讲声笑表示，这么好的车，伊一看到就想要开回去啊！也希望学生爱好好啊珍惜。机械系我们所有的这个年轻同学呢，这个来做学习，这个研究等等使用的这个全新的这个车子哈，这个我一看就想把它开回家去哈，这个我一开回去呢，大概现在陈水扁没有关的那个地方，就我可以去关的了啊，那这个非常谢谢把全新最好的这个东西呢给我们学校的学生来做学习研究的这个材料工具哈，这个实在是我们的学生很有福气啊，是我们同学老师呢给我们这个李部长所有的团队再的鼓掌感谢一下。校方甲业界共同为学生的课程咧打拼，业者也希望学生会当对这台车当中学习到日本车辆制造的谨慎态度。Honda台湾也很高兴能够透由新车的监证，能够让同学做一个实习。那如果未来投入社会之后，选择了我们公司，那他在整个的就业上会比较顺利，因为已经习惯了嘛。那当然就是比较就手。那不过日本公司。我们经销商也知道，我们是比较严格一点的，所以不像有一些台湾公司可能就比较随便，所以日本公司会比较严谨一点。那这一点是我们比较怎么讲，日本的企业就比较严格一点这样子。我想在校长的领导，那南台的学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仪式简单而且隆重，伫咧校长接下向前大锁匙迄瞬间，双方就开启一段业界甲学术界的友好关系。
共同培育汽车专业人才。伫咧机械工程系教授的带领之下，因也参观了学生实习的所在，了解因平常时上课的状况，并提供业界的专业经验，互教授会当参考如何修正课程，更加符合现代车界需求。台湾新闻网站采访报道。咱新高中为了庆祝创校58周年，除了一透早都有精彩校庆活动。今年嘛特别邀请侪杰出校友回到母校，分享因成功经验，让学生受益满满。咱新高中创校58周年，今年校方这个办学有明显的成果，新入学的学生人数大成长，也互今年学校周年庆的气氛感觉更加热烈啦。校友会还有师长一起努力之下，我们今年度的这一个招生成长20%，面对少子化，我想要成长很困难，但是我们成长20%，那这一年来我们学生的表现非常的这一个杰出。校方自由的乐成高中，历届也出现侪杰出校友。有北门国中的校长，也有知名旅行社的主管，以及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因回来学校用家己的人生经验，要来丰富学生的视野。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学校都面临少子化的问题，那这次回来我也很欣慰，听到这一个我们母校的校长、董事长、创办人他们提到未来整个六星高中的转型的规划，包括开办这个双语课程。包括推动跟侨委会的3+4技职的专班还有包括跟其他科技大学的合作，我认为这是六星高中在面对少子化大环境挑战的情况之下，其实做出了很多这一些规划和布局。我认为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杰出的校友分享人生的经验，就是希望会当帮助即马搁伫咧乐成高中读册学生，把握伫咧校园的时光，好好充实家己。台湾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到27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边境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10级。感谢收看，在为你集合中嘉电视新闻，咱再会。